行宮散打，照片海順，皮亞炮也承認，喺台灣嘅客家莊度發現到強不失傳嘅料理秘密，地杯沒包括咧豆腐。啊，樣樣不跳跳嘅飯條豆腐，發出優雅淡淡嘅吊水食感，爐底嘅透油，也係黏底嘅碰糖，都超級好食。But 啲飯條豆腐嘅秘密地杯，皮亞炮曬有一個驚人嘅發現，記住嘅佢根本唔係豆腐。啊，也係樣嘅喏，唔係豆腐嘅客家豆腐，有樣會含嘢傳承嘅媒介喏。既然按照飯條豆腐，提出了飯條同條呢兩種原料 mix 到共下，應該出一種冇按過喲。喺個系統都在飯鹽工廠，就會發現飯條豆腐嘅主要原料其實係鬼太盤搞咗醬嘅飯條，再加上菜來米粉，就像一般嘅豆腐，佢條呢路都會配得凍凍，造就啲甜凍，為飯條豆腐嫩嫩 Q Q 嘅熱量，竟然可以彌補行嘅甜粉。But 也係一個甜粉，可以製作飯條豆腐嘅時間變做一項辛苦事，而把飯條同菜來米粉做得重複融合，師傅再同原料用落煲嘅度控下煮幾下10分鐘，一段時間還緊攪，一個半甜粉沉到煲底，煲嘅一下就會出風來，幾下就快啲咧。唔但將燉煮嘅時間要有耐心，洗飯條、離泡、別表母，做飯條嘅一條步驟，可以無限都會變進來啦。細細啲飯條豆腐，其實係當東人辛苦勞動，將做為出來嘅美食咯。話講進來，到底係哪位按厲害嘅鄉親發現你飯條豆腐嘅製作偏方呢？係講啲台灣各地嘅客家莊滿來滿去，大家一場都冇談過一種食物呢。其實飯條豆腐係全台灣掌有嘅發明，佢創造一種食物嘅客家莊，就係大家都改好認同嘅肉隊。有對研究認為，發現啲肉隊內部地區嘅飯條豆腐係日本時代採啲客家風，用純度嘅米果同其他材料研發出來嘅加工食品。其實肉隊本來具有豐富嘅版內文化，其中改多特殊嘅版式，而啲當地長點味道。按你看來，飯條豆腐嘅料理秘密，會誕生第一個改好研究美食嘅客家莊，甚至成為地方行嘅特色產業，而且唔會改意外喲。But 飯條豆腐嘅秘密地度，嗰種小體機械入，同樣嘅材料，同樣嘅做法，撒看樣嘅也無法做最原本嗰種淡淡嘅吊菜色。其實飯條豆腐嘅食水秘密，佢建議一定要適應地度，本人成功破解。古時時代，人哋做飯條豆腐嘅時節，係地方用傳統嘅大鑊頭。地方嘅土嘅鐵離子同飯條嘅表皮物質磨動嘅時節，吊菜色嘅飯條豆腐就誕生嘞。天天時代變化，老舊嘅鐵鍋也替換成其他嘅材質，飯條豆腐也冇脫離原本嘅色，再加上做起來改飛起，一種地方美食嘅記憶，也以圖面嚟食出嘅媒介。台灣各地嘅客家村落也含有許多強調我切體嘅特色料理，地圖聽說有許多老食水、香氣同蜂蜜有關嘅秘密，等人哋用心去發現。佢在根本亦有許多口上時代嘅客家子弟，已經開始加入舒服料理秘密嘅行列。本飯條豆腐同各種客家美食嘅好名氣，就得持續傳承下去。未來皮下下日青年，係會讀到哪條地方罕聽嘅客家美食呢？可讚，哈哈，好點，你咋來了？